启示录第21章。后来我有看见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嘛无去。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，亲像新娘装他好势，要迎接丈夫。我阁听见有大的声对宝座发出讲：看，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因要做伊的子民。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伊要拭去因目睭拢肿的目屎，无阁有死实，嘛无阁有哀伤、嗷叫、痛痛，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：看，我将万民拢换新。伊阁讲：就写起来，因为这的话真实可靠。伊阁甲我讲：完成啦！我是阿尼法甲阿米加，是开始甲结束。喙焦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得胜的人为承接者的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囝儿。毋过，遐个无胆的、背信的、腐败的、害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讲白贼的，因着去的所在，是迄个用火甲硫磺得烧的湖。这个就是第二遍的死。后来7个天使就是摕7块碗堆满落尾7项灾祸的，其中一个来对我讲：来，我要报你看新娘，就是羊羔的某。我受圣神感动，互天使带到一座大个悬的山，互我看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的圣城耶路撒冷。这个城有上帝阳光，城的光亲像上宝贵的宝石，亲像碧玉，亲像水晶遐尼光亮。城有大个悬的墙，城墙有12个门，这个门有12个天使在固守，有刻以色列子孙12支族的名。东边有3个门，西边有3个门，南边有3个门，北边有3个门。城墙有12个地基，地基顶有羊羔的12个使徒的12个名。对我讲话的天使有摕一支金路德的尺，要量迄个城、城门甲城墙。城是4角形，长宽相长。天使用尺量城，有2400公里，长宽悬拢相长。天使嘛照人的寸尺量城墙，悬60公尺。城墙是用碧玉做的，城是用亲像玻璃清亮的纯金起的。城墙的地基用各种宝石装饰，头一个地基是碧玉，第2个是蓝宝石，第3个是绿玛瑙，第4个是绿宝石，第5个是红玛瑙，第6个是红宝石，第7个是黄橄榄石，第8个是翠松玉，第9个是黄玉，第10个是翡翠玉，第11个是紫玛瑙，第12个是紫水晶。迄12个门是12粒珍珠，逐个门是用1粒珍珠做的。城的街路是纯金，亲像透明的玻璃。伫城内我无看到圣殿，因为主全能的上帝甲羊羔就是这个城的圣殿。这个城无需要日也是月来照，因为上帝阳光在照，佮羊羔就是这个城的灯。日枋为靠顶的光行路，地上君王
为将因的荣华带来予这个城。日时城门拢袂关，伫遐拢无眠事。人为将列邦的荣光甲尊贵带入来这个城。毋过，无清气的米以及行为可恶甲讲白贼的人，绝对袂用得入去。只有名有记载伫羊羔的活命册的人，才会用得入去。